中央授权客家名录学展，每年一项语成本，客家委员会在高老基本茶集团合作。7月16號，伫台北龍漢間日本廣通一項全新隱藏客家親子貼展櫃，世界第一擺表演記者會，客委會主任委員辜秀惠表示，感謝基本茶集團同同意老年青帶來精彩嘅表演。展櫃結合大量機械，每項達到專業美術。其貼中還有做下用人工而上創嘅呱呱草挑戰就唱就跳。整體喜貼詞彙，客委會老基本茶集團推出全新展櫃親子貼，用漢語為主，翻譯做促銷，講6體上掛草老會用電草合作向下選拔嘅故事，劇情包含客家人經典小物，尊重自然嘅精神，傳達客家族群關懷環境、珍惜自然嘅主導價值。另外，未推出順口特技嘅漢語歌曲呱呱歌。本喜帖老通州唔單唱係本把傳新嘅講題，更加係成人呢老師嘅對白嘅調亮，至上係客家名錄學緊嘅寶寶。接下來要教大家根本一嘅每日嘅漢語就係喜帖，喜帖也吹喜帖當好款，也吹喜帖當好款。你學會嗎？下一擺講來了。